Hello，大家好，我係文總。節目開始嘅時候，要照舊多謝翻上一期影片課金嘅呢兩位朋友，好多謝晒你哋。然後簡單兩句帶過我點解最近咁耐都未出片，我就係喺度揾緊一啲新嘅有可玩性嘅手遊，最後係分別揾到兩隻嘅，個名係魔靈召喚克羅尼柯戰記同埋黑色五葉草魔法帝之道。呢兩隻 game 我都好中意，各有特色。下期節目我就會同大家介紹翻呢兩隻 game。進入今日嘅主題，父親大人。咁啊，先嚟簡單分享一下我今次對呢一隻角色嘅睇法先啦。係對官方嘅睇法，我覺得官方今次出呢一隻角色呢係唔錯嘅。呢隻角色呢睇落去好似好勁咁，但係實質上又唔係咁勁喎。但係佢唔係屎嘅喎，咁即係話中規中矩，可圈可點咯。我覺得係咁樣出角色先至啱噶嘛。你睇下之前你嗰啲咩白愛啊、新蘭啊嗰啲啊，我真係到呢一刻都仲係記得嗰兩隻嘅啫，大家都係咪？係嗰兩隻最打得噶嘛，零舍變態噶嘛，冇咗佢好似玩唔到遊戲咁噶嘛，啱唔啱啊？仲有光頭佬，唔會唔記得佢，成日我都係對於呢啲角色耿耿於懷嘅，即係搞到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個自由度好低咯，黑板式玩法啊，變咗大家成本教科書咁出嚟，幾鬼冇癮啊！我自己就係咁覺得嘅。咁點解話呢隻角色可圈可點呢？我哋嚟睇下佢嘅技能先啦。先嚟睇被動，治療效果提升10%，自身周圍5格內其他友方主動攻擊對敵人施加減益效果時，對其恢復40%屬公嘅生命值。嗱，就呢一個技能咧，睇落去咧好似唔錯嘅，但係諗深一層，好似係色欲呢一種角色先至可以食到佢呢一個治療生命值呢一個效果，因為色欲嘅普攻都可以對敵人施加負面 buff 啊嘛，而其他角色好似紅蓮啊嗰啲啊，好似大部分咧普攻都唔會對敵人施加負面 buff 噶，咁就係要靠技能嚟食佢呢一個治療啦。所以我就覺得佢唔夠全面咯。行動結束時，如果周圍3格內所有敵方攜帶減益效果總數大於3個時，自身就會恢復1格奧義值。呢一個唔錯啊，佢加奧義值就可以加快啲啦。跟住我哋嚟睇埋呢一個4星同6星分別嘅效果。其實睇落去真係個分別效果真係唔大嘅。都係提升咗啲治療效果啫，所以我覺得呢一隻角色呢，其實係5星係夠用嘅。今日喺個 group 入面呢，就仲同一位朋友討論咗一下，個朋友就提出，如果呢一隻角色1星當妹妹咁用得唔得？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係你用起身其實好似相對會麻煩啲嘅，因為呢一隻角色呢，佢係要佢企喺敵人嘅3格範圍內，佢先至可以加到奧義值啊。而妹妹佢係可以離敵人好遠，就係幫自己嘅隊友加 buff 噶嘛。呢一個係一個問題。跟住我哋再嚟睇普通攻擊，攻擊一個敵方造成100% 嘅傷害。普通攻擊都冇乜嘢好講噶啦。潛能方面嘅話呢，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嘅啫。夾硬要講嘅話，就選擇上啦。嚟睇一技能。攻擊一名敵方造成120% 嘅單體傷害，攻擊前對目標施加麻痹，持續2個回合。呢一個麻痹咧係一個好犀利嘅技能。簡單嚟講就係沉默啦。不過同舊謠嘅沉默唔同，舊謠嘅沉默咧好似佢淨係可以沉默物理攻擊嘅技能咯，法術係沉默唔到噶嘛。佢就唔係，佢就係所有都可以沉默到。攻擊後，如果目標身上減益效果大於等於2個嘅時候，就可以恢復自身周圍2格範圍內嘅隊友35%術攻嘅生命值。咁要觸發後者呢一個恢復生命值其實好簡單啦。首先佢攻擊前對目標施加麻痹啊嘛，即係已經係1個負面 buff 啦。即係只要敵人身上有1個負面 buff 嘅時候，佢就可以觸發到後面嘅呢一個
恢復生命值呢一個功能啦。至於潛能方面，我係會推薦選擇上面嗰個嘅。施放後為目標施加一個隨機減益效果，持續1個回合。到2技能為一名友方恢復110% 嘅生命值，並驅散1個減益效果。如果驅散成功嘅話，自身額外恢復1格奧義值。呢個技能就好簡單直接啦。潛能方面嘅話呢，我係推薦下面嗰個嘅。驅散減益效果數量增加到2個，因為好多時候呢，最煩嘅負面效果呢，就係嗰啲打暈你啊，而嗰啲效果往往都仲帶有一個唔知乜嘢奇離古怪嘅負面效果啦。如果佢淨係可以驅散1個負面效果嘅話，未必可以驅散到圓暈嗰一種效果，所以我都係會推薦翻下面嗰個，咁就穩陣啲啦。到咗奧義，使一名已經結束行動嘅友方可以再次行動並恢復目標160% 嘅術攻生命值，同時對周圍3格範圍內嘅友軍施加中和2，持續2個回合，為範圍內所有敵方施加迷惘2，持續2個回合。分別嘅效果就係術防提升20%同術攻降低20%。呢一個技能，首先前面嗰個啊，大家都睇得出係一個好犀利嘅技能啦，可以再次行動喎。然後後面嗰個呢，我就覺得佢麻麻地啦，因為佢呢個後面嗰個係幫隊友提升術防20%，咁物防呢，跟住佢就幫敵方施加術攻降低20%，咁物攻呢？不過呢個單方向提升同減得降低呢，係呢一隻 game 嘅特色嚟嘅，所以都冇乜好講。跟住到潛能我覺得上下其實都可以啊。先嚟講下上面嗰個先啦，施放後自身保留2格奧義值。咁呢度我諗好多朋友都係諗到，其實你作為一個輔助，一場戰鬥入面放1次奧義都係咁上下啫。但係我覺得呢一隻係有機會去放到2次奧義出嚟噶，前提係你要帶埋嗰個信念，自我暗示，頂得下唔會俾人一下打死咁樣，就有機會喺一場戰鬥入面放2次奧義出嚟嘅。咁佢有咗自我暗示嘅功能，再加上佢自身被動本身就每個回合加1格奧義值，再加埋佢呢一個2技能，又係可以幫自己加1格奧義值。其實佢一回合入邊分分鐘加個3-4格奧義值唔難嘅喎，所以我覺得係要帶自我暗示嘅呢一隻角色，所以呢一個奧義嘅潛能選擇選上路係有機會得嘅，不過要真係高練過先知道。單睇佢嘅新版嚟講，高練係可以頂得嘅，雖然生命得 B， 但係物防同術防都係 S。係有機會做到嘅。至於下面嘅潛能嘅話呢，咁就好簡單直接啦，彌補下佢嘅不足咯，淨係擋術防。如果升埋呢個潛能，就可以擋埋物防。雖然持續1個回合，好過冇啊。到咗最後，好簡單咁總結一下呢一隻角色嘅特性啦，就係佢自身嘅技能可以令佢加奧義加得好快，然後佢1技能可以沉默，2技能可以驅散，奧義可以幫隊友再次行動，就係呢幾個特點。咁呢一隻角色值唔值得抽呢？我覺得係值嘅，整體嚟講 OK 嘅，唔錯嘅。其實呢樣嘢咧都唔使我講噶啦，玩到而家你哋都好知道自己要啲乜嘅。不過我為咗要貼題啊嘛，所以我都係要講下嘅。好，今期節目就嚟到呢度，可以嘅話大家課金支持一下，多謝晒你哋。下一條片就係魔靈召喚同黑色五葉草嘅遊戲介紹，我哋下期再見，拜拜。